来继续来看Z世代的青少年，惯势用社群软体来开讲，所以网络顶嘛出现真侪新的用词，像破防。若想讲我破防了，就是我的心碎了。另外想要知影对方是内向，也则是外向，Z世代的青少年会问讲你是 I 人，也则是 E 人。乡亲啊，有关这个 Z 世代的用语，继续来看这个报道。喜欢的女生被追走了，那就破防了。朋友呛我，就是没有女朋友，所以我破防了。被女生说批评长相就破防了。即马社会关心世代想要表达伤心过度，破防这两字已经代表伊的意思。破防本来是游戏术起，也就是冲破对手的防区。落尾在社群顶用来代表，叫某一寡话或者是行为影响，会互人感受到艰苦的心情。玻璃心碎的那种感觉啦。对，文字讯息感觉比较会讲说破防。网络上事件流行语排行榜破防争取声量冠军，第3名嘛真抢在快跳，就是你是 I 或者是 E， 因为伊是Z世代熟悉新朋友上一门拍招呼的一种方式。我应该也是 I 人，也是 I 人吗？真的吗？像现在我就偏尴尬。跟 E 人相处，不很好啊，还会代替我跟别人沟通啊。爱人介意无人插，E 人是介意热烈的所在。Z世代网络用语唔敢车，声量第高的阁有要确的，也就是你敢有确定的意思。通常用伫咧互人感觉尴尬所在。第2名的很节就是气氛用冷嘅意思，亲像本地对伊有好印象，所形容出现反感的行为，亲像食饭酷酷伫咧看手机的查甫人很介意。另外第7名的单调，就是台语单调的意思，会当讲你要包动去，或者是单调。这上时间的网络用语，你有听过几个咧？不知道做什么事啊，你就会回说，要确定，就要确定呢，对，要确。后边拄到网络的时间用语，哪个三无长问少年啊，无得卡因拢知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